单元悠悠诗心。人生为的是什么？黄昏夕阳照残红，多少繁华尽其中。一片清愁阵阵送，几番岁月事匆匆。眼望倦鸟归林丛，嗟叹众生茫茫醉春梦。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在这滚滚红尘里，人们只因为无名而产生了千千万万的牵挂，一圈一圈，一层一层的，把心牢牢给拴住了。多数人生活的目的，完全陷入一片对过去、现在跟未来的茫然和错觉里，而无暇去探讨生命真正的意义何在。于是有了贪、嗔、痴、爱，有了因果轮回，有了生生死死永无止息的浮沉。什么是无明呢？在众生心中，凡执着于一切形象的有无，而计较分别所产生让人无法清净自在解脱的种种念头，就叫做无明。而由于个人的爱愁与执着所产生的无明，便是众生生死轮转不止的主因。所以徒儿们切记，凡事不要随境攀缘，否则产生了执着，心智便无法启发了。要知道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重波。人一生执着，就无法自在了呀。其实人生如戏，倘若衣裳贪欢，君不见曾几何时，有人赫赫烈烈；曾几何时，有人草草生死。人生无常，无常的世间虚化幻境。徒儿们要能够看清无常的本相，才能视透这一场梦。而人往往像假的、有形象的去追求，殊不知待无常一到，纵然是王侯将相，爵位多么高，福禄多么大，最后都如海市蜃楼一般，空幻一场。然而徒儿们，若是在这虚华假景当中，邯郸梦不醒，那么你此生此世将被命运牵着走，心不能够
真善美的人生，乃是要你能够用般若妙智慧去探透人生的无常，而不只是去追求眼前的美景。因为一切的美景都会随着无情的岁月而消失。你们看看古来的英雄豪杰，有几个能够战得胜无情的岁月呢？你们又可曾想过，当这一场戏唱完之后，你们的灵性又要搬家到哪里呢？既然短短的生命无法苟延，有智慧的人都会借着短暂的生命来开创永恒的盛宴。所以人生的可贵乃在于寻求一个